為咗確保香港有足夠嘅產科同埋初生嬰兒服務，以及本地孕婦得到優先服務同埋考慮，亦都有可能係出現今年係龍年嘅效應。我哋已經喺去年年中係為2012年接受非本地孕婦來港嘅產子嘅數目係設限，令到2012年嚟香港分娩嘅內地嘅婦女嘅人數係比2011年下跌接近20%嘅。至於本地孕婦喺2011年喺醫管局分娩嘅人數我哋最近發覺亦都增加咗9%。醫管局正係檢討2013年可以提供俾非本地孕婦分娩嘅名額，視乎我哋本地嘅孕婦對香港產科服務嘅需求。如果有需要我哋會進一步咁樣降低或者係取消全部嘅配額。食物及衛生局亦都會同私家醫院商討明年提供非本地孕婦嘅名額。私院亦都係同意係預留足夠嘅名額，同埋優先咁樣提供服務俾本地嘅孕婦嘅。我哋預計會喺今年嘅4月份係公布2013年接受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嘅數目。我哋亦都會因應嘅情況係不時檢討各項措施嘅成效。